那对接种的顺序有一些的调整，不过这里面有调整的大概算是在1、2、3类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只是把这个警察特别再把这在第2类里面放在维持防疫量能的也把它写得清楚一点。好，那在1、2、3类是一样，那整个大概在等于是5、6类这是比较在这次在以往都比较少的比较没有提到的就对于一个就是机构社福照顾系统之人员及其受照顾者，还有洗肾的患者。都列在这一次我们等于是下礼拜的124万剂的 AG 疫苗要接种的目标群里面。那这里面包含了住宿型长照机构住民及其照护者、居家式和社区式长照机构及身障服务员及其的服务对象。那3，其他含矫正机关的工作人员。然后4是洗肾的患者。好，那第6类的话就是75岁以上的长者75岁以上的长者。第6类了那第7类特别有列出来，不过第7类这边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人员它都还有一点先后的顺序根据它的一个必要性，那现在请各主管单位把它的一个必要性的先后的顺序把它列出来，那要报指挥中心同意后才予施打。那大概目前的对疫苗施打的情况，就是在124万剂的日本的一个 AG 疫苗，在下礼拜1起要开放施打的一个顺序那至于这个今天开打的 Moderna 它一样就是维持在我们的第1类。那比较重要是下礼拜，就现在在前一波我们开放的这41万剂的 AG 的疫苗那大部分也都达到一定的比例那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些疫苗在其他本来是在台北双北它是住在1、2、3类那其他县市是第1类那因为其他还有一些剩余的所以我们赶快把这些开到2、3类都可以来施打。第二就是说在人潮有稍一点点的一个浮动了那不过再要继续观察不过大致上我觉得现在在人潮的管制上面事实上是就还算好了还算是稳定。那至于说什么时候要解除，什么时候要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们都不预做预测根据疫情的变化，然后做最需要的处置。